呢套房6.5米嘅大橫廳，122平方，實用面積135平方嘅金色嗰靚電梯6樓，啱啱今日降價5萬蚊。你哋睇呢一個大客廳6.5米闊嘅，一般140方個房先可以做到咗呢一個尺度，呢一套122平方就做到咗。得房率超高，空間感直接拉滿咗，並且仲有一個超級無敵嘅大廚房啊！6個人煮飯都完全冇問題嘅，全新裝修，地面、牆面、櫥櫃都係全新嘅，一日都冇住過嘅3段式嘅呢個公共洗手間嘅。3個房，2個房個衣櫃已經裝好咗，所有嘅空調全部都配備齊咗。主人房呢，帶埋一個套間嘅位置，而且嚟講亦都係比較大嘅。你搬入嚟連螺絲刀都唔使摸一下，直接就可以入住噶啦。呢一套房原價113萬，依家直接降價5萬蚊，睇啱咗仲可以傾價嘅。122平方6.5米嘅大橫廳，4台空調裝好咗，衣櫃配備齊全，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首期嘅話15到20萬，月供嘅話每個月3000幾蚊。如果你都想喺二龍山揾一個對小區要求比較高，又想睇天墟嘅樓盤，又覺得天墟價錢比較貴嘅話，你不妨嚟睇呢一個小區啦。呢個金色嗰靚值得你嚟睇嘅。咁如果想了解更多嘅話，評論區呢度 Q1 大方將詳細嘅資料發俾你。我係大方，歡迎你嚟二龍山坐坐。